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顺顺刚刚改小嘅咸菜，一切归属欢迎。台湾嘅咸菜由北上国家如来自园林台北。上做台北人是嚟讲一家一户，如果睇人面无会过黑咧，下一年爱4天以前来种芥菜，熟时呢，如做咸菜过后，如拿去市场卖。行下睇台北乡下，乃如看得到如咸菜嘅太太嘅塑胶桶嘅哟。讲到台北嘅历史，300年前，如有6份牛皮也得提起嘅行人去到台北开垦。台北嘅太福街还有一间上山国王庙，上座船呢是在对本港顺轮北港海去到太福街去打白，故所也加白也变做人口同商业气息过闹热嘅位所。虽然更加台北嘅行人家家如好老化味，不过也多年来大帮信仰同咸菜产业，改到乡亲强强请转自家嘅客家认同。好啦，古仔女一叉太菜，外手要去太空包，落太菜送到抢风度。菜一偷贴好，沾一收肥，大家公主自己无限次餐。摆啊吼，一粒小肚。哦，啊，第2层啊，小可出事，啊，你较袂攄，啊，你也拢摆按汤水汤水行，较会攄啊。见到做太菜合作嘅时期，台北乡就系按摩汉，一桶太菜贴到边边喊哪个？早原始的是正头的，咱菜都不能前安尼换，尾开安尼起换，啊先安尼换，摆起来正头的，啊新盐落落，落了啊人用打的。安尼有，人叫囡仔去你安尼用茶桶啊，一直烤，一直打到乌啊，啊，佮白，这嘛换解有，太空包，倒咧线后开，啊盐落去，这嘛解安尼较紧。无较早一日来要生狗啊，伫就真拼咧，啊，这一日生咧3狗啊。为到集中管理，台北乡公所山地一家咸菜专业起，提供为日880家抢风来半日加入，大家抢风有2-3个人按过。入围了กับ浪铁的台菜。每个桶子呢，它的容量大概有57立方公尺，如果是换算一般的容量，大概就我们所讲的57吨，但57吨里面，它大概是可以产出呢，大概是50吨左右的一个酸菜。不过，掠到抢风还係唔拉入。台北咸菜产量今年抬咗9萬兩噸，將全國北上以上。你講係咸菜王國，咸菜嘅故鄉。尤其單獨地透過慶祝3錯屋咸菜中介興安村掠得啵，行到街都皮到咸菜梅，萬乃看得到咸菜桶，看得出咸菜產業對台北就極重要。這哦，你啊從原始到這麼來他100空當有啊咯。迄前阮老爸手頭做囡仔就開始咧種啊，我62，阮老爸也地咧100外。台北咸菜歷史已經800年，不過透過是係農民自家的hand都時期種掉嘅亂路高大起賣。包每轉為微小市區，留其他鄉鎮嘅咸菜產業，陸續搬到興安村，所以天天而變做兩種大量加工嘅產業形態。不過奇怪嘅係，來到兩隻咸菜嘅故鄉，天空是看唔到就種台菜。因為可能是土壤鹽化、酸化的關係啦，就是土壤裡頭有某種元素，就欠缺某種元素嘛，養分，所以這10幾年來就在本地的話就種不起來，所以就外移到其他縣市。大家鄉下過出細細小嘅自然歐種，天空看起來鬧熱就發啲，連釣個未來水。
鬼体一空又一空，停鬼界俩条树坡旁美，树落界照人起家嘅力，起家嘅树土，鬼人俩东下西条嘅尖枪。太骨啦！中的草骨的边仔这个一脚跳落去，轻轻强强，唔会挂屎挂尿，稳跳好好，俩适合外功夫诶。挂在品种有几种，有话无包，啊话加较长，啊这种是属于有包，这叫大平包。啊，是安怎你爱种这款品种？因为即摆的消费者吼，较介意有心，这心吼较好食，较袂遐刮较油啦。太菜係寒冬時期嘅作物，太肉種嚟兩張嘢出就好休息。凡熱嘅太菜人，會做下鬼體，會夾嘢嘅時間。唔過將鬼啊多嘅太菜寒露唔得。哦，你啊，我看了有啊，這就開始你拍啊，拍2至3工，啊拍愈曬吼，伊嘅水分比較好，吼啊後面腌煮了，皮子會比較好一點。較袂傷脆啦，你啊像當個骨嚟足脆對無？足歹睇啦。啊嘛節省空間呢呀。對啊，係啊，較袂即個地啊呢，凍甲一堆，啊較好睇啦。鬼頭軟熟咧，會變下石頭，貼起來，外在也係會滷，就唔會團體。修身嘅2年10日，掠到樹坡旁尾，當日出從安樣前年做8點鐘。你若咧修成下雨天，就是嘛是愛修啊，無都落甲都有水口，我都無修啊，全部車會當落，都會當修啊。嘿，伊個算啊講吼，愛攏修甲了啦，無你無修了，佇咱菜園嘛是害去啊。唔過兩下太菜都唔種地太比例，單種地加年露草，水上也係太保2搭了。因為這土地愛輪作啦，較伊較照顧啦。如果你啊連續做吼，伊會較會困啊，啥吼，較歹種，較歹栽培啊。如果这个产业能够回归到我们乡的话，那是最好。因为现在大概到其他乡镇的话，所付出的费用花费会比较成本比较大一点，所以坦白讲，现在就是一些比较大的农户在种植而已了，没有像以前早期可以说乡内每家家户都有在种。台北人定位人士種太菜嘅面積，當年太肉前浪公田，仲可以過起來，高潤到轉台北起路。槍鋒度路好嘅鹹菜，一條榕樹松帶送出來，山裡為整理本機。一種就像這水的一種，哦，啊，即嘛，過來這個第2種，這就是算講較歹的鹹菜，細粒啊。看形了，對啦，細粒的，較細粒的。較歹的呢。那酸菜它腌制好了以后，它可以取它的雷心菜，然后它的叶子里面又分成2部分，较粗较脆的部分，我们把它拿来加工当成酸菜丝。酸菜丝以外，其他另外一部分呢，比較嫩的部分，我們又把它拿來做成一般我們所講的梅乾菜。比起來，台北滷鹹菜嘅過程比土種苗做嘅客家泡菜為較簡單啲嘅。不過其實台北係潤啲好落客當多嘅蔬菜，下啲安東嘢佢哋咪加靚鹹菜，重新研土設計嘅客家背景。酸菜對他們來講是一個重要的當地的文化產業，所以在談這個文化產業的過程裡面，就開始帶入了一些客家的成分，因為有人會覺得說，你這是不是跟客家的福菜有關啊？是不是客家遺留下來的？所以他們會重新找回自己的這個身份。那所以有人因為藉由認同酸菜而去認同自己的客家背景，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台北行業太多清朝初年，出對綠鳳、貂皮兩條蔬菜來兩塊錢，台南環境改變，走出一件本好容易同化類。16年甚至還唔知自家本單係行業。唔過假了時來兩塊錢嘅老祖古，帶來嘅三山桂風形容，後推人做啲食量，對親老客家嘅關係。這陣就是300幾年前
为大陆过来的迄个李王，即阵嘛是大陆过来的大王，即阵是咱三王，即拢300几档的历史，拢为祖庙这边遐过来。迄当初哪会请过来？迄当时就是一寡大陆的迄个客家人移民来咱台湾开发的时阵，起先是乡会啊，尾来甲伊雕刻，去会做雕刻过来的即个神尊啊咧，来咱庙宇的顶点。台北三山国王庙至今376年，对庙都嘅吩咐看得出几个历史。一般的宗拜拢是三山国王的神位安尼尔，但是咱这间庙足特殊的，咱的庙有这明框2字，这明框2字是明朝皇帝赐的这个庙名，叫做明框庙，所以呢，会用表示讲咱这间庙非常老的一个庙。还拿三山国王嘅信仰范围包含动法，还成立了新界53宗嘅联总组织。隔壁这间三山国王庙有8香殿公家就是咱婚姻馆有4香殿，就是大悲斗南、高坑、关将嘉义关呢，就是咱这个大拿、溪口、民雄、梅山，拢总有这个8香殿的共同的信仰。这个辖区里面，大部分的这个客家人都是饶平籍的为主这个大的范围里面，大大小小大概有53个聚落所以称作新界53庄。主起庙前嘅大火街，街了时是系闹热嘅街路头。清朝时阵，咱遮就是一个市集2-3千人的一个住区就对所以讲较老嘅所在叫做街就是鹿港街、本港街、嘉义街，咱遮叫做大河街。大概是以农业开垦为主因为这块土地它是相当好的一块土地了那很肥沃，所以他们的农产是相当不错，那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人会聚在这里开垦。日头落山，风下找到北顺巷嘅草歌，金家进拿。台北为采北港海水体为素材，上早上呢对本港一切四到2位，所以草出嚟加了时间翻入。唔过两下好把大红嘅草才浓浓嘅，好把吞到强强会看唔到咧。东南上上两大波透过半带系闹热嘅港口。较早清朝的移民来到遮就是因为无水好食，拢顺这条这个石鼓溪煮水河子形成一个聚落这个所在清朝时阵叫做走地角，海水用会船会用入来到遮，梅山的迄个布棚船会用落到这个遮，山产海产伫遮做交易这个所在清朝时阵也足老个咧。台北的行业除了家团人来量落草带来300人烟，至今数到6人通发嘅行业之外，其实还有南外一群日本书对土著苗来嘅历史之谜，老一辈单单还未讲下。这下了个都三台风，也六五也都因为三台风，个甲东局嘅东方咪很有。甲东局长在天了个就很有，我也提一拎的啦，一拎就拍2-30幅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在这个地区有做很大量的这个水利整治的工作，所以这些溪流，包含我们那个大埤溪边的这个虎尾溪在整治之后，有一些河床新生地出来，所以这新生地的开垦就需要很多劳力了。顺利客家老祖公开垦嘅腳家來簽台北嘅英文歷史，行住令鹹脆嘅故鄉，看到當地鐵柱界產業風情。台環境改變，台北走出冇從透過安鬧熱嚟，不過還係當大的重新來品味幾個故事。或许2个礼拜的见学的时间，他学不了全部，但是总是他看过，他了解到这个建筑工法里面比较精湛、比较细致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以后他们
去外面接了这个老房子的修复的时候，伊袂去师傅考倒去，而且他比较知道怎么样应用比较好的修复原则方法。